翻譯點解好做？因為呢，喺 CPMC 例如話45 Castro 呢度啦，你約例如話係7.9咁樣，咁你7.9到咗，而家8點15分啫，咁就已經做完一個，收2個鐘。有啲公司呢，有埋 agency 嘅 expenses，例如話 parking 啊，或者係路費啊咁樣。人哋9點鐘都未開工，做翻譯你就有咁嘅機會呢，已經執翻幾十蚊啦。翻譯好唔好做？一啲職業係要用把口嚟講嘅。如果你係反應快，咪好做咯。一啲需要你知識好豐富嘅，如果你學咗咁多嘢，你又唔去用，唔去做，利用呢樣嘢去揾錢，其實你咪浪費咗嗰啲資源咯。所以翻譯呢份工呢，當你做咗嗰陣時呢，你一定要 keep 住呢份工，然之後呢，去繼續揾錢，繼續去幫人，繼續去做你初考翻譯牌嗰陣時希望做到嘅嘢。